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， 今集會同大家講貓鬼。貓鬼即係貓蠱，係動物蠱一種。簡單嚟講，係操縱貓鬼咒殺其他人，被害者財產會轉移到貓鬼主人手上，係最兇殘咒術之一。主要盛行喺隋朝851至619年，因為太恐怖，到咗唐朝被禁止，一經發現會被吊死。知情不報者就發配邊疆。據講，養貓鬼要先準備一隻老貓，呢隻貓越老越好。首先將貓吊死之後放喺祭壇，每晚用食物供奉7749日，期間要念咒，祭節唔可以間斷，一中斷就會被反噬。之後每隔12日，地支屬子夜晚黑祭祀，養到一定時候就可以操縱貓鬼。受害人首先係四肢好似俾針吉咁痛，之後到身體。當心臟出現針刺痛感覺嗰陣，被害人就會吐血，日漸衰弱，最終吐血而死。隋朝係貓鬼最盛行時期，當時有大量貓被殺，歷史上最真實記錄亦都喺呢段時間發生，因為有正史記載，所以可信性好高。隋朝皇室孤獨陀係文獻皇后孤獨伽羅同父異母細佬。官職係4州刺史上大將軍，爵為趙國公。佢好相信左道之術，養咗貓鬼。隋開皇18年598年，孤獨皇后突然之間全身刺痛，病到床都落唔到。隋文帝叫御醫嚟睇下，御醫睇完之後話呢個唔係自然病，係貓鬼之疾。隋文帝一聽到貓鬼就知道同孤獨陀有關，因為大家都係親戚，所以知道佢屋企一啲秘密。據講，孤獨陀外婆屋企係養貓鬼，孤獨陀有個舅父，因為養得唔好，所以俾貓鬼所害。所以御醫一講到貓鬼，隋文帝第一個就諗起佢。佢以前認為呢啲都係荒謬之事，根本就唔相信。不過佢係一個多疑嘅人，覺得同孤獨陀一定有關，即刻叫幾個級別非常高嘅官員調查呢件事。好快就查出關鍵人物同埋捉拿，呢個人係孤獨陀婢女徐阿妮。拷問之後，徐阿妮話佢以前係孤獨陀外婆婢女，嗰陣已經開始養貓鬼，去到孤獨陀屋企之後繼續養，受主人命令放貓鬼去害人，受害人財產就會轉移到主人屋企。有一日孤獨陀喺後花園叫佢放貓鬼去皇后度，令到皇后財物轉移去佢屋企。破案要講證據，徐阿妮一面之詞，根本冇辦法定孤獨陀罪，於是叫徐阿妮叫貓鬼出嚟睇下真定假。當晚子時，徐阿妮放咗一碗有味粥喺官門外，念咒語之後，一邊用匙羹敲碗，一邊講貓女出來無往宮中，貓女出來無往宮中。過咗一陣間，徐阿妮目光發呆，面色發青，成個人好似俾一種無形力量拉扯向外移。現場嘅人見到都喺度嗌貓鬼附體。案件確定，因為孤獨陀係皇后細佬，所以免咗死罪，淨係被貶為庶民。過咗冇幾耐，佢就過世。而呢件事之後，隋文帝下詔，凡養貓鬼、蠱術、鹽味等野道之術，流放到邊疆。貓鬼會令到人哋痛，最初係腹部，之後蔓延到全身，感覺好似俾尖牙咬住。由腹部一路撕咬到五臟六腑，甚至好似聽到內臟有咀嚼腸胃聲音。患者不斷吐血，極度痛苦之中會突然之間發出令人恐懼狂笑聲。貓鬼最重要記錄係610年隋代名醫曹元方編撰《諸病候源論》，係奉皇帝詔諭編纂，即係內容得到官方認可。書中記載，貓鬼係由上咗年紀狸貓或者其他野生動物精怪化成。狸花貓係中國古代貓種，呢啲精怪能夠化成害人鬼魅，佢哋附身喺某啲人身上，作為施展巫術媒介。有人策劃用嚟害人，就好似用蠱毒害人，症狀心口同腹部刺痛。貓鬼會食人內臟，最終被害人會吐血及便血而死。同期另一位名醫孫思邈加咗一條病狀，冇辦法控制地又唱又哭，不由自主大哭大笑大聲唱歌。隋朝大業年605至618，
首都大興城即係而家長安，亦都發生貓鬼事件。喺《太平講記》中記載，當時謠傳貓鬼害人，啲人都好驚，滿城風雨。隋煬帝知道之後好嬲，下令大理寺喺限期之內要破案。貓鬼係冇形態，大理寺為咗斬草除根，將首都所有屋企有老貓嘅人全部捉拿，最後全部誅殺。另外仲有幾千戶人流放。古籍之中化解方法，唐代著作《外台秘要》記載，5月5日呢一日，將一條自然死亡紅蛇燒成灰磨細，每日清晨喺井中取第一次水沖服1羹，每日1次。古人相信每日由井中取第一次水叫做井華水，係最純正，有特殊功能。另一個記載，相思豆、比麻子、巴豆各1粒，朱砂、蠟各4株，株係古代重量單位，24株係1兩。將所有材料猜勻，猜到好似芝麻咁細粒，叫患者含道唔好吞食。用灰喺患者周圍地下畫一個圓圈，喺患者前面放1斗灰火盤，1斗等於10升，叫患者將口入邊藥物套入火盤，跟住即刻喺火盤上畫一個10字。唔可以食豬肉、蘆筍同生血食物。仲有一個出自唐代古籍《古今錄驗方》，如果患貓鬼病，受貓鬼控制或者恐懼，唔願意講出實情，將鹿角磨粉用水沖服1方比，方比係古代藥詞，患者之後就會講出實情。貓鬼比普通貓大，身上毛有2-3尺厚，日頭匿埋喺大樹陰影下，夜晚黑出嚟揾食，好中意麻油雞味道，經常沿住麻油雞味道去揾屋企有 BB 嘅家庭。如果發現嗰家人屋企有 BB，會用2隻前爪扣住 BB 喉嚨，直至 BB 斷氣。特別中意喺 BB 3朝同滿月時間出現，所以當時好多人將 BB 送去親友屋企，滿月之後至帶返自己屋企。陝西省富縣羌族，佢哋信仰之中有一種邪神叫做毒藥貓，分布喺岷江上游嘅汶川同茂縣黑水，即係四川。毒藥貓係一種會變化同害人嘅人，多數都係女性。通過母女或者婆媳相傳，日頭係正常人，夜晚黑靈魂化成貓或者熊人等其他動物去害人，有放毒同詛咒能力。每隻毒藥貓身上都有個袋，袋入邊裝有各種動物嘅毛，害人嗰陣伸手入袋，摸到乜嘢動物嘅毛就會化身嗰隻動物，而化身成動物期間受傷，所有反應都會出現喺原體身上。佢哋可以用指甲、口吐氣或者眼神害人。當佢哋望住目標人物，嗰個人就會發生意外。中咗毒藥貓嘅毒會腹脹同消瘦，最後死亡。清代文學左台仙館筆記，茂州有一種婦女怪病，病發時腹脹如鼓，口眼同十指都會流出黃水，當地人叫毒藥鬼。毒藥鬼身邊有一個竹筒，藏有各種獸毛。病發嗰陣攞出乜嘢毛，魂就會化成嗰種動物，去到野外迷惑路人。而殺咗魂化成嘅動物，本體亦會死。如果掂到患者流出嚟嘅黃水，就會變成同佢哋一樣，成為毒藥鬼。所以當地人都唔會去患者屋企食飯。佢哋知道邊個係毒藥鬼，大家都有防備，但係唔會做啲乜，因為佢哋傳說之中有一句說話：無毒不成寨，即係每條村都必須要有毒藥貓先至可以安定。傳說毒藥貓係造神傳落嚟，淨係毒藥貓可以壓制住瘟神魔鬼。如果冇咗毒藥貓，就會發生更加可怕嘅事。好啦，今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